洗手做羹汤，生儿育女。这幅画是在我5岁的时候画的，也是他最后一幅作品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这辈子我还有机会能再看到他。这说明你跟这幅画还是有缘分的。它能够回到你的手里，也说明这一切已经结束了，美好的生活又可以重新开始。锦溪，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见你妈妈？我还没有见过岳母呢。我想把这幅画亲手送给她，我想她一定会很喜欢的。我爸爸妈妈现在都在国外呢，等他们回来，我们就去见他们。好。现在不生气了吧？谢谢你。来，吃。和好啦。奶奶，我们也没吵架呀。记住，以后啊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经过调查才能下结论，懂吗？知道了，奶奶，您赶紧吃饭吧。奶奶，我今天想跟西城一起去公司。哎呦，去什么公司啊？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呢，在家再多待2天吧。啊，奶奶，您就让他去吧，他在家也很无聊，而且我已经跟下面的人打好招呼了，他只负责我一个人的办公室。那还不是一样啊，照样当清洁工。我看你们2个真是在胡闹。奶奶，这个其实是我的意思。您看，我不想在公司里太招摇，而且公司里其他的职位也不缺人呢。我觉得当清洁工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奶奶，哎呦，你们2个人啊，都有自己的主意。我年纪大了，哎呀，也管不了你们了，随你们的便吧。谢谢奶奶。